伫主的面头前做伙来祈祷。伫2023年要过时，咱当三个用祈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向主献上感谢。这个时邀请咱做伙用这首诗歌，祈祷的快乐，是要带予咱的生命真实的帮助。圣经内面马可福音书11章24节讲，所以我要甲恁讲，既然祈祷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我们的祷告要得蒙上帝的应许，是在于今天我们牧师所谈到，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耶稣讲这段话后边面伊25节、26节讲：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24节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这是无花果树的假释。所以咱会记得，咱的祈祷，今仔日咱要做伙来祈祷，要带出果效，咱需要伫主的面前求上帝来帮助咱。所以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三个做伙先来做一个祈祷，求上帝搁一摆来安静咱的心，三个伫伊面前来认罪悔改。主耶和华上帝，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，感谢你，互阮伫2023年经历着最丰丰富富的赏赐甲恩典。主，阮毋但感谢，阮嘛要伫主你的面头前，通过伫今仔日短短时间，阮操练阮的祈祷，阮要学习。带到将阮过去所经历的恩典，甚至阮所经历的困难，甚至阮需要去突破，阮拢伫主你的面前，要伫今仔日的祈祷会中间来领受上帝你要对阮讲的话。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要学习祈祷以前，阮学习操练委身阮家己。阮恳求上帝你赏赐，互阮有安静的灵，来到主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，做伙来学乐。做伙来向你献上感谢，愿上帝你祈祷，通过互阮伫祈祷的中间，将救恩的生命赏赐互阮大家。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。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，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，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。我们再次用祷告。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，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，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，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。祷告的力量，时间可以证明，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。献上馨香之祭，直达到你宝座前，因你心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祷告的力量，祷告的力量，时间可以证明，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。献上馨香之祭，直达到你宝座前，因你心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
祷告的力量，时间可以证明。今天我们要在祷告里面要更多的祷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要一起来为我们的生命的不足与软弱，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做认罪悔改的工作。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；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”哥罗西书3章12节到13节，保罗说：“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”所以咱这个时，咱做伙伫主的面前，三角来认咱的罪，主才会饶赦咱的过犯。求主来怜悯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主耶和华上帝，愿你怜悯阮、赦免阮心中一切拉伤甲误会。主啊，阮有时怨恨，怨恨上帝为什么甲阮背叛？无论是现实的环境，有随随阮的不足，阮无法度通伫主正人的面前，伫主的面前表露出阮是上帝你所赏赐平安喜乐有盼望的囝儿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透帮阮，互阮会当学习有敬虔的外貌，阮嘛着爱有敬虔的实在的内涵。互阮的生命是真实有内在敬虔的生命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在你面前活出谦卑柔软的心智，让众人、让弟兄姐妹、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看见我们是主你的学生。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学习操练阮家己，无论伫阮的眼目、阮的心思意念，阮拢学习定睛伫主你的面前，学习操练委身服侍主你的祈祷。主啊，阮需要更较侪祈祷。更较侪用心伫你面前委身的侍奉。阮知影，阮有侪所在，阮祈祷无够，恳求上帝你怜悯阮，透帮阮，互阮无自高，无自大，互阮会当介意伫上帝你美好的话语、主你的话语，真实来充满伫阮逐人的心，互阮活出圣洁的生命，互阮会当活出有疼亲人、疼彼此，甚至无埋怨，甚至学习。互阮的性情温柔，互阮的性情学习耶稣基督的良善。主啊，愿上帝你将这款的敬虔的生命赏赐互阮，愿上帝你恢复阮的生命，互阮搁一摆会当得主你的欢喜。愿恩主你献上感谢，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要继续求上帝帮助咱，看环境的困难大过于神的伟大，我们来认罪悔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不是看到环境的困难而放弃神所要成就的计划。我们学习看待环境的困难，更需要依靠神，他是奇妙大能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和华上帝，求你透帮阮，求你帮助阮。主啊，阮有知，阮活伫这个世间，有侪外在的环境，阮事实现实的生活，在影响阮的生命。总是阮无意爱这款的生命来影响阮甲主你的关系，互阮的生命真实落实，甲主你的关系当更加连结，倚靠主你，甚至谦卑顺服伫你的面前，靠信心来生活。主啊，阮要为着阮所遭有的这个环境，对人内底，阮拄着困难的事，阮甚至有时。你的面前，上帝你凡行事拢会，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的心内常常认定，毋是无可能，乃是靠主得胜，靠主凡行事，上帝你拢要为阮来摆比。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智，互阮的心会当真实充满着盼望的心来倚靠主。求神怜悯我们，
让我们没有悖逆的心，让我们学习倚靠神的心智，来成就神你所要成就的计划。赦免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永远不要与神顶嘴。让我们学习在困境当中用信心来仰望神。谢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我们来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时常忽略持续持之以恒的使用祷告的权柄。我们会用人的心思意念，我们会用我们的观念想法来看待神所要成就的计划。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来为我们没有持之以恒的使用祷告的权柄来求主怜悯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我以爱更较多祈祷，超然持续的祈祷，无论拄到什么款的困难，无论拄到甲人对代志也好，对阮所面对的患难困难也好，服侍无法度通突破的事也好，甚至伫阮观念无法度通改变的事也好，阮拢要学习求上帝你赦免阮。主，你要爱阮，为着众人来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祝谢，但是阮却忽略，阮着爱持续用祈祷来运用上帝你所授予予阮的权柄。阮无时常为着无有信主的亲人，为着阮的朋友，为着阮的同事，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。阮要恳求你怜悯赦免阮。阮要特别为着台湾信主的比例是遐尔少，来恳求上帝来突破阮台湾。阮随着为着阮亲人，为着教会兄弟姊妹信心无够的时，阮拢无用祈祷来到主你的面头前，求上帝你怜悯赦免阮，帮助阮。对明年开始，阮要学习操练阮家己，操练更较侪祈祷，用心的祈祷，开更较侪时间的祈祷，甚至阮会当用阮的时间的年日，通过祈祷来经历阮甲主你的关系。愿上帝你听阮的恳求，阮意爱将这款的愿望，搁一摆带到伫阮身躯边的亲人甲朋友，通过阮不断持之以恒的祷告，让神看见我们在你面前的委身与顺服。愿你听我们的呼求，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恳求的祷告，让我们点起我们持之以恒祷告的手，让我们愿意为别人来祝福，让那祷告的火点燃在我们生命当中。谢谢主，向你献上感谢，祈求奉主的名来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要为我们没有好好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来祷告。神让我们的使用我们的生命要做光做盐，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来发挥属灵的权柄，我相信圣灵要大大的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们来为我们自己如何善加运用属灵的权柄跟影响力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耶和华上帝，愿知我要伫世间的年日，伫这世间的心中，伫人的中间做光做盐。我们需要实质上行出有丰盛生命的见证的儿女。我们不能够再活在有限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忽略我们为自己能够勇敢的做光做盐来祷告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缺少在从神而来的智慧、勇气跟能力，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看不清那个黑暗的捆绑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而无法善加运用神你所赋予我们的祷告的权柄、属灵的权柄。求主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影响力来转化这个世代，转化我们的家庭，转化我们每一位身边的朋友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属灵的生命，属神的生命，是神所爱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这权柄让我们学习善加运用，也让我们学习更多谦卑在神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得蒙神的喜悦。求主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不明白，当我们需要神的时候，当我们需要从上面而来的能力的时候，
让我们学习委身在你面前。唯有从上面而来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做主的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着属灵的能力，属圣灵感动的能力，让我们发挥最大属灵的影响力，将神的国度与福音带出去。谢谢主，我们将荣耀归给神。祷告，奉主的名来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要继续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忽略疏忽神在我们应当要跟随他的时候，咱来跟对伊的时候来对，咱唔通惊吓，唔通犹豫，该对咱就对。求上帝帮助咱这回来为着这样来起来祈祷，因为我们疏忽了神要我们要跟随他，我们就跟随他。我们可能要跟随我们的同工，跟随我们的牧者，可是我们有太多的自己的想法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求告你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跟随主。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为要荣耀神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在这世上最好的典范。我们学习跟随主，付上生命的代价，背起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愿意，我们学习，我们甚至将我们的生命摆上。主啊，我们相信神，你是真神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既然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就要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的摆上。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。当我们愿意把生命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相信我们不是为自己做的，不是为自己想要做的，而是要靠我们的主来成就神你美好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学习尊荣神，尊荣神做我们生命的主，让我们准确的做主，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美好的计划。求主按照你的心思意念来成就我们的心意，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学习跟随主，得蒙生命的祝福。向你献上感谢的心，祷告奉主的名来求，阿们。人的心中都有许多竞争跟争夺。箴言17章14节说，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斗之先，必当止息增进。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没有比较，而有更多的同理心。咱这回开声来祈祷，求上帝赦免咱无比较，咱是要更较多委身互相成就合一的教会。咱这回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怜悯赦免阮，互阮学习无斗争、无比较。阮学习的是要安怎样学习将上帝你的疼来甲伊分享出去。当阮看见现今的世代，侪侪人论断，侪侪用抹黑、造谣的方式打击对方，甚至感觉家己是真牛、真有本事。主啊，怜悯阮，怜悯阮人的不足甲软弱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学习做一个谦卑、顺服上帝心意的人。我们不怨天尤人，我们只有单单在你面前求主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时常因为斗争、争竞比赛，使得这个社会、这个教会充满没有成长，甚至我们无法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包容，学习彼此勉励，学习彼此造就。我们相信神，你要医治我们，医治你的百姓，让我们活出有爱的生命，成为神你所喜悦的教会。谢谢主，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所需要的向你献上感谢，祈求祷告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第六项，咱们这回来祈祷，我们要过一个实实在在有生命根基的基督徒，所以咱需要操练，更较多用耶稣基督做咱生命的主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30节说：“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”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得着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的生命。我们来为我们的生命根基祷告。
如果我们缺少神的话语，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，有预备的心，时常读经，时常灵修，时常操练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需要真实的内在，我们需要真实有生命力的生命信仰来跟随主。但我们求神赦免我们，过去我们不认识主，我们的生命以为我们已经受洗了，我们已经得蒙救恩了，我们却忽略了我们需要时时刻刻与主你的话语连结。恳求神帮助我们，透过你的话语，帮助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得以被建造。我们的生命得以被建造，不是在虚晃的话语，不是在外在的美丽事物上，乃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得着神的话语，得蒙祝福，得蒙丰盛，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亏损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按照圣经的教导，行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时常建立在主的话语里面，有磐石，有根基，有盼望，有能量，有祝福。让每一个听到的能够学习行道，让我们学习听到的，学习去彰显神你的荣耀。求神赦免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意，帮助我们的生活确实的活出主你的教导。感谢主，让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成为神你所喜悦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祈求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为我们时常为了世俗世俗的物件真让咱吸引，所以咱无因为以世俗为友当朋友，我们反而要照着雅各书4章第4节所说的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上帝为敌了。求主下面咱会当明白，咱所生活的空间内底有什么物件是互咱甲上帝隔离的关系。求上帝来怜悯咱做伙来认罪悔改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无明白，我贪恋恋爱在这世上的事物，甚至我们因此而嫉妒别人拥有比我们更好的东西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专心爱主你，让我们学习经常让一切属世的事物，对阮生命无利益的事，脱离阮，互阮学习单单注心看主你爱阮看的事，保管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的心思时常照上帝你圣经的话语的教导，互阮学习顺服上帝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赦免我们。我们没有让神的生命居住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中。主啊，恳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将一切属世的一切的引诱、诱惑、欲望离开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回到神用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首位。让我们学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学习更加选择谦卑顺服神的心意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专心在神你的国度事业上面，爱主爱人，来荣耀神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最后咱的第8项，咱要来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嘴所讲会当造就人嘴要造就人无容易。雅各书第3章第6节讲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百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燃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了解自己在讲话上面有得罪神的地方，甚至在这罪恶的世代，不要让我们的舌头所讲的话而影响到让人无法来亲近神。所以咱伫主的面前做伙来认罪悔改。无论是你对你的亲人，无论你对你的朋友也好，对你的同工也好，咱拢需要有一粒欢喜来认咱的罪，
互咱的嘴会当讲造就人的话，咱求上帝来帮助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让我们的话语不单单只是讲话沟通。有些时候，我们的沟通讲话里面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，但我们不自知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等阮对厝里的人、对同事、对教会兄弟姊妹，阮无讲出造就人的话。主啊，阮惹人受气，阮互人感受到造成埋怨、造成纷争。主啊，求上帝你怜悯阮，互阮学习，毋是用靠家己的想法，靠家己所要表达的，来成就上帝你所要成就的代志，乃是靠上帝你爱阮讲的话。阮时常上主的心做心，去学习操练阮所要讲的话，会当真实来祝福人、帮助人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所嘴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学习伫要讲以前，阮会晓思考，阮会晓学习节制，阮会晓学习认真来听。阮相信，阮所讲的话要真实带来帮助，带来祝福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阿乐你，多谢你为阮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，互阮会当坦然伫这个所在，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得主你的怜悯。恳求上帝你，毋但感纳阮的祈祷，也互阮经历伫十字架顶的救恩，互阮会当真实用水的活命，用真实主你所欢喜的生命来高举你的性命。愿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。愿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。阿门。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，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。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，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。祷告的力量，时间可以证明，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。献上馨香之祭，直达到你宝座前，因你心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咱继续来祈祷，为着会当建立一个祈祷复兴的教会来祈祷。咱的教会伫新的年2024年，牧师期待咱就爱更较操练咱的祈祷。耶利米，伊伫犹大国第16代的国王约西阿年间开始做先知。他经历了5个国王，直到犹大人亡国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。耶利米做先知40年，他在耶利米书第8章10节到11节说。耶利米指责以色列和犹大的首领们说，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，他们轻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牧师一直在想讲，当咱伫教会咧服侍，当咱起做大叫教会。有时咱敢是嘛，亲像耶利米所咧讲的，咱对细汉到大汉，甚至到咱离开世间的时阵，咱只有在求咱会当求到的平安，为着世间上的平安，我认为这拢无够呀。耶利米在甲咱提醒，咱着爱真实会当带互人平安，就是将福音带互人的生命。咱做伙来恳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，互咱伫行事。做代志、做人、服侍的顶面，会当带出有果效的侍奉的工课。第一项，咱要为着咱侍奉上帝，
就爱专心专意来祈祷。咱做伙为着咱的心来祈祷。主啊，阮的上帝，阮无要求家己的利益，阮要学习来成全上帝国的心意。阮时常伫你的面头前，阮亏欠主，阮常常为着阮认为阮的祈祷会当带予人平安，总是阮无真实将耶稣基督的疼，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伫阮身躯边的人。主啊，求上帝你帮助阮的服侍，毋是看阮家己本身有伫主你的面前完成了阮应该做的工课拿定，搁较要紧，阮意爱，阮是真实专心专意，将上帝你爱阮来完成的工作，阮学习来努力，学习来突破，学习来面对阮袂爱去跟人讲的代志。求上帝你帮助阮，有真侪主你爱阮讲的，阮无去讲；主你爱阮，无爱阮去讲的，阮却去行。求上帝你赦免阮，帮助阮，互阮学习伫侍奉的中间，更加得主你的欢喜。主啊，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，阿门。第二，咱要继续，咱不断的爱学出生命精益求精，追求生命的卓越。什么叫生命的卓越？就是软弱靠主得刚强，不足的靠主得丰盛，受伤的靠主得医治，有冲突的靠主能够彼此赦免有爱。我们要活出结果实的生命，对真理我们要坚持，对生命有所成长、有影响力、有好的榜样，我们要突破自己的盲点，不要认为不可能，因为神要成就的心意是非常丰盛的。耶利米书33章1到3节，这段话是耶利米他要重生复国的应许。耶利米他还求护卫兵的院内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：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：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所以有真侪项咱拢感觉无可能，但是其实上帝有真侪咱唔知的更加大的更加困难的代志，上帝要爱咱，爱找求伊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。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求告神，神要让我们看见他大而可畏的见证奇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啊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阮知阮所意爱，阮的生命需要成长甲突破，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彰显神你更丰盛的应许。阮需要伫这个世间，互人看见阮的生命会无相款。主啊，阮知当人看见阮的生命会无相款，是因为看见阮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疼，有耶稣基督的能力，有耶稣基督爱阮所表露的温柔、谦卑、顺服，甚至有束缚的生命，有稳定的生命，有祝福的生命。求上帝你帮助阮，求上帝你互阮的生命有喜乐。当阮面对人的时，阮学习用疼的心，将喜乐带到因的生命中间，互因明白靠主若会当得胜，靠主佫会当得到救。得到救的生命会带来侪侪项无相款的生命特质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学习操练家己，互阮的生命会当对结果子的生命内底，对真理若有坚持，对生命嘛就爱成长，有带来帮助甲改变。求上帝你继续帮助阮，阮知有时阮受伤，阮需要得到医治，阮恳求上帝你怜悯阮，帮助阮，互阮倚靠信心，会当甲人医治，会当靠主的恩典，将上帝你医治的膏油带到伫阮身躯边的人的需要，互因的生命得到医好，互因看见耶稣基督的光芒。愿上帝你赏赐予阮，搁一摆赏赐予阮有智慧的能力。当阮看见有人会冲突的中间的内底，
阮会当做一个排解者，阮会当有智慧，将上帝你的疼来带到伫遮冲突的人的身上。阮相信，这个社会要改变，因为阮就是主你的学生，阮需要行出去，为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。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，阿们。第三项，咱要来为着互相彼此激励来祈祷，彼此激励很重要。彼此的激励不仅在神的话语，在教导的功课，还有在我们彼此学习侍奉神的路上，我们都需要彼此激励的心哈。所以咱这个是为着咱家己会当开始学习要安怎去讲鼓励，要安怎去讲勉励。过去可能你的讲话有可能像在咧讲念啦，有可能咱像在讲口说，吼，这是有的。但是我捌拄过牧师想着讲，你为啥要安尼讲话的时阵，伊讲无啊，我的心意毋是安尼啊，所以我会当了解。当一个人伊看见一个人需要改变的事，当伊做去念去讲的过程的中间，伊会产生伤害。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是用鼓励、激励。帮助人会当更较好，会当更较温柔有帮助的内底来成长伊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鼓励、彼此激励。咱求上帝赏赐予咱这回来祈祷。主啊，你教导我，教导我们看待别人比自己更好。我哋爱学习看别人比看家己更较好。是因为别人有做阮无看见的好，是阮需要学习的。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有一粒温柔的心，互阮学习恬静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，阮就会当看见家己的软弱甲不足，甚至阮会当看见伫阮身躯边的人，伊就要成做我生命的祝福。主啊，有时我认为。阮得到真多，阮意爱别人得到，但是其实别人比阮所得到的是更加丰富。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唔但会当学习去看见别人的好，嘛会当将别人的好成做阮生命的粮食甲帮助。将别人无的，阮会当学习去分享，会当去祝福别人，会当去鼓励别人。激励别人，互人的生命嘛会当得到成长。阮相信，阮就是主你的学生，要互人看见信靠主的人是有盼望甲有帮助。多谢主，互阮有这个短短时间，为着阮家己会当祝福别人来祈祷。你献上感谢，恳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第三项，咱要来为着台湾人民的民主意识和谐来祈祷。台湾需要民主的意识，就像我们活在教会里面充满平安喜乐一样。台湾如果没有民主意识，没有和谐的关系，我们会看到现在的新闻媒体充满了许多诽谤，都不是属神的。约翰福音16章第8节讲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了义、为了审判。自己责备自己，所以咱知影主来到伫咱的生命，咱有看见家己的罪无？有看见什么是义无？什么是做一个审判？咱有为着这个代志来好好看待家己无？求圣神引带咱，互咱会当贴近主的心意，好，为着家己、为着国家、为着百姓的罪来祈祷。选举要到啊吼，咱基督徒就爱做出。基督徒应该有的品质，所以咱的祈祷就是要帮助咱接续选举的时，你唔通对人伫遐咧雷骂，什么人好歹唔免，只有单单伫祈祷的中间，上帝就要互你看见。所以咱做伙来祈祷。第一项，咱面对百姓的损伤啦吼，人会啥会埋怨吼，拢是因为有伤害啦吼，所以吼，咱求上帝帮助咱。人的伤害，无论倒一个政治人物，因的家庭也好，因的家业也好，什么款的伤害，拢是因为因的家庭期待的是要安怎要好。所以咱求上帝怜悯咱，互咱心中是带有盼望的。所以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，为百姓的损伤、心中的无感，
我们来求神赦免我们。主啊，赦免我们经常离开你的心意。当我面对对敌、面对国家、面对百姓，甚至在过程、在人甲人的冲突的内底，我看见人常常用饕餮、用杀害、用毁坏，我却敢若在地。我们只在乎自己，我们只在乎自己是不是能够蒙神喜悦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忽略为着国家、为着百姓来祈祷。我对百姓的痛苦，我们无感；我对百姓的损害、损失，我嘛无感觉。求上帝你帮助我，互我时常着爱为着国家、为着人民、为着阮的厝边的欠缺甲需要，阮学习用操练祈祷，求上帝甲因修饰，求上帝甲因改变，求上帝甲因亲自来带领因，甚至通过阮家己会当成做因生命的祝福。主你教导阮，着爱疼厝边亲像家己。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通过祈祷，为着阮的身躯边的人来祈祷，为着国家来祈祷。阮只有安尼做，才会当得主你的欢喜。求上帝你帮助阮，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而已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，我们要对主交账。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就是要在这世代，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，我们要传递美好的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，也让我们身边的朋友带给他们生命的祝福。祷告奉主的名来求，阿们。第二项，咱要为着咱人的心的自大、骄傲来祷告。申命记8章18节说：“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”为着国家的祈祷，是安怎咱人无法当通为着咱的环境、国家祈祷，因为咱拢为着咱家己的产业。咱爱记得圣经讲，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我们的。不管你的工作，不管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，求神给我们赏赐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不再骄傲，让我们的心更加的谦卑，委身在神的面前。因为神的赏赐是丰盛的，神要为我们开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的国家和百姓。当我们富足的时候，当万物为喜，当我们吃得饱足的时候，我们就生出我们心中的骄傲自大。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靠着台湾人我们自己的聪明、勤奋、努力所得来的。主啊，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没有好好纪念，去精算，我生命是上帝，不是我的精算主，是神你先拣选了我们。一切的赏赐都是在于你，一切的赏赐都是在于父神。主啊，求上帝你赏赐给我丰富的气力，帮助我，让我会当得到我所需要，拢是因为主你的恩典的赏赐。让我学习感恩，让我学习会晓常常在你的面头前向你奉献感谢的心。愿上帝你赏赐给我，引带我行出在我经济所拄到的困难，甚至在我的工作所拄到的困难，我拢恳求上帝你来带领我，来行出这个困难的工作。求上帝你搁一摆来甲我引带带领，靠主耶稣的名来祈祷，阿们。第四项，咱要为着咱的教会可以得地为业来祷告。教会需要传福音，传什么福音？传基督要救赎人生命的福音。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咱会当行出为主来做传福音的使命的使者的人。
我相信军对主的人唔简单通过上帝的话，咱嘛着爱为主来去报传福音。好，亲像耶稣所讲，恁着去，恁着去，若无去，咱无法度通互正百姓认捌咱所领受的福气甲祝福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你的教会要成做祈祷的殿，你的教会嘛着爱成做传扬福音的教会。主啊，你的真理，你的话命，是要互阮的生命会当真实活出，会当带互人福音的生命的团体。主啊，你的教会着爱真实伫祈祷的内底操练出，要安怎样将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来做报传福音的教会。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领受主你的真理话命，唔单单是财物，唔单单是一个救恩的真理，搁较要紧是阮会当带出怎样传扬福音，互人得救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上帝你帮助阮，常常回忆，常常记牢主耶稣所讲，恁着去，互万百姓做我的门徒，做我的学生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，互人的生命伫转变的中间，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美妙。愿上帝你赏赐阮，祝福阮的生命。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，互你的教会嘛得到主你的祝福。感谢俄罗主，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。愿上帝你开启阮的眼光，开启我们的心眼，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注神，看在神你的手中，看神你的心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。我愿使你关心，对你的爱不断涌流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这个是牧师要邀请咱，亲像这首诗歌所讲，我的眼光和心思要单单注目在神你面前，说耶稣，我要随着你，能够心里跟着感动，是圣灵的感动，那个甜蜜的灵要充满我们的心。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认识神，是圣灵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能够抓住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这是牧师要邀请你，为着你自己的生命，要安怎会当完全交托给上帝？当你的生命会当全然拍开，
交托给上帝时，圣神唔但要充满你的心，嘛要互你亲像副歌所讲，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了你，如同香膏倾倒在我生命里面，祝福我的生命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学习敞开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注目在神你的眼光中。主啊，你爱阮会当看助力超越过伫世间的万行事，总是有时阮看阮所看的事对要紧，有时阮软弱，有时阮病痛，有时阮不足，甚至有时阮欠缺，阮拢恳求上帝你怜悯赦免阮，搁一摆将丰丰富富，亲像香膏油、香膏一样，能够充满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出馨香的气息，是有主的爱，是有主的盼望，是有主丰丰富富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主你赏赐给予我们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有新的盼望。新的一年，我们的生命要立定志向，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，是要成就神的心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你面前献上感谢。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彻心在献上最深刻真实的爱。我们从头来唱，我的心，我的眼光，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的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永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们安静来唱，我生命气息，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
质的爱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圣神的引带甲带领，感谢你引带阮带领阮经过2023年，经历平安，经历丰富，经历稳定，经历你奇妙的创造。恳求上帝你继续引带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的生命伫新的年要到来的时，互阮的生命有目标，有愿望，有头前主你所为阮插的标，阮就常常按迄个标来跑走。阮毋是靠家己的意思，乃是靠着主你的意思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常常思考主你爱阮所做的工作。求上帝你继续引带阮，帮助阮，通过今仔日，阮众人伫你面前的祈祷，互阮会当三甲领受主你的稳定的美妙。愿上帝你赐福阮的生命得到帮助。感谢你，愿要将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。同心恳求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在安静当中要继续祷告，可以继续祷告。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到这边，我们一起在安静当中。如果你有想要互牧师为你祝祷的，你嘛会当来到台前，咱会当做伙牧师甲你做祝福的祈祷，咱会当三甲伫祈祷的中间安静来离开，安静来离开。